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好有意思嘅書，叫做《影響力》（Influence）。作者係心理學家羅伯特·西奧的尼。呢本書講咗一樣我哋每日都會接觸到，但又可能冇留意嘅嘢，就係說服力。我哋成日都被影響，可能係朋友一句說話、一個廣告、一句推銷語，都足以令我哋做決定。點解會咁？原來背後有6個心理原則。今日我就想用輕鬆啲嘅方式話俾大家聽，呢6個原則係咩？點解有用？點樣運用？仲有點樣防止俾人呃？第一個原則係互惠原則。簡單啲講，即係你對我好，我都會回報翻你。大家諗下，有冇試過喺商場試食完啲餅，雖然冇諗住買，但因為試咗，好似唔買又唔好意思。又或者朋友請你飲杯咖啡，你下次見到佢，自然想請翻杯。呢個心理呢，就係互惠。我哋唔中意欠人情，所以如果你想建立好人際關係或者推動生意，不妨先俾啲價值對方，佢哋就更容易回應你。第二個叫承諾與一致。講白啲，人講咗一樣嘢，做咗一樣選擇，就會想保持一致。例如有啲健身中心會叫你簽個承諾，話你要1星期做3次運動。一簽咗，你心理上就唔想走數，就會更堅持去做。所以想說服人做事，可以先請對方做啲細細地嘅承諾，例如簽名、試用產品，佢哋就更可能繼續跟住做落去。第3個原則叫做社會認同。你有冇試過見到間餐廳好多人排隊，你都想入去？又或者買嘢嘅時候見到超過5000人已購買，你會覺得呢樣嘢應該唔錯。我哋好多時都會參考其他人點做。如果大多數人都做緊某件事，我哋會自然覺得嗰樣嘢係可信。咁所以如果你想推廣某樣嘢，不妨話俾人知，好多客戶都用緊，又或者呢一個方案幾多人都讚好，咁樣說服力會大好多。第4個係權威原則。人呢，本能上會聽從權威人士嘅意見，醫生、教授、專家講嘢，我哋會覺得可信啊。廣告成日用9成牙醫推薦呢，唔係冇原因嘅，就係想借用權威影響你。所以如果你想提升自己嘅影響力，可以考慮強化自己嘅專業形象，例如可以話俾人知你嘅資格、經驗同埋背景，咁就可以令對方更加信服你講嘅嘢。第5個叫喜好原則。人呢會俾自己中意或者熟悉嘅人影響，朋友推薦嘅餐廳你多數會信，陌生人講你可能就唔多理。如果你想影響人，記住要先拉近關係，建立好感，讚賞、微笑、展現共同興趣，都可以幫你贏得對方嘅好感。之後你講嘅話就更有分量。第6個原則係稀缺性。通常人一見到限量、最後機會，只係得返3個名額，就會開始緊張，驚自己錯過。好似機票網站會話只剩2張座位，電商會有倒數計時，都係想你快啲落決定。咁我哋都可以用呢個心理嚟推動行動。例如做推廣時加句限時優惠，今期最後一次，效果通常都幾顯著。以上6個原則，你可能每日都遇到，但而家你識得分辨同埋掌握，就可以提升自己影響力，亦唔容易俾人牽着走。記住，影響力唔一定係操控，如果善用呢啲技巧，可以幫你改善人際關係，提升說服力，甚至達成更多目標。最後，如果你有興趣，真係建議你睇下《影響力》呢本書，書入邊有更多實驗例子，會令你更易理解點解人會做出某啲選擇。多謝大家收聽，希望你哋都可以做個有影響力但又有良心嘅人。如果你都覺得呢本書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晒大家。